朋友，抽過新黑金未呢？大家好，我係若尼。神魔之塔全新嘅光龍黑金帝釋天已經上線，呢次主推嘅玩法係反擊流。如果你可以喺官方直播都睇到呢，帝釋天係可以直接空轉嚟擊殺所有嘅敵人，而呢一個正正就係反擊流嘅玩法。呢一條片將會好好咁樣科普乜嘢叫做反擊流，點樣進行敵技處理，最後我哋仲會補充一啲關於帝釋天好用嘅隊員。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嘅話，請你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日嘅影片。喺了解乜嘢係反擊之前，我哋首先要知道咩叫做一個回合嘅定義。一個回合包括喺玩家轉珠之前進行嘅任何操作，轉珠，然後就係轉珠之後傷害嘅結算，最後就係敵人嘅攻擊。從剛才嘅一段描述，你可以好直觀咁樣睇到反擊同埋正面攻擊嘅最大區別在於，佢唔喺第三個階段進行傷害結算，反而係喺第四個階段，亦即係敵人嘅攻擊階段裏邊進行傷害。好處就係你唔會被針對正面攻擊嘅所有敵技阻擋，包括血肉地形、喜結有序，亦即係紅綠燈、符石連擊靈化、電擊符石、各式符石地形、反饋、哈數盾，然後最重要係我哋最新嘅雷之器。喺反擊傷害面前，呢類型嘅盾牌全部都視為無效。反擊傷害亦都有利有弊，正正係因為佢會進入敵人嘅攻擊階段先至執行傷害嘅結算，所以佢係無可避免咁樣會執行敵人嘅敵技，例如敵人嘅攻擊、符石嘅轉換。而最重要嘅係，如果你唔符合敵人嘅條件，敵人嘅連擊亦都會增加。所以我哋喺對局嘅時候，要非常留意我哋會唔會觸發到其他唔同類型嘅敵技。而喺解盾方面，我希望會分為兩個部分，分別係敵技嘅處理同埋生存兩個環節。因為喺生存上面，以往嘅一般隊伍喺正攻階段已經擊殺敵人，往往唔需要承受敵人嘅攻擊。但係喺反擊隊裏邊，生存其實係一個至關重要嘅技能。咁我哋首先進入解盾方面，帝釋天呢其實就係一隻帶住平等炮等級嘅反擊隊隊長，所以係佢完全唔需要處理任何嘅敵技。而我哋另一位主流劍聖呢，就需要各種唔同類型嘅解盾。喺處理解盾方面呢，其實你只要當佢係一條普通嘅隊伍咁樣看待就可以噶啦。不過呢度加插一段問題，就係究竟邊一隻角色係處理緊反擊嘅傷害嘅呢？我問呢條問題嘅原因，其實係因為時光牌。如果你想食到時光牌嘅效果嘅話呢，我哋建議你係將時光牌插落第一隻角色，亦即係隊長身上，因為佢就係反擊緊對面傷害嘅嗰一隻角色。至於喺生存方面，生存類技能目前分為減傷、強減傷、迴避、不死意志、吸收同埋令到敵方無法行動嘅技能。當中嘅減傷、迴避同埋令敵方無法行動都係唔推薦入隊嘅。咁首先減傷呢係會令到你所受嘅傷害減少，從而令到反擊嘅傷害亦都減少咗嘅。而迴避呢係令到敵方打唔中你，咁打唔中你嘅話，咁你就冇辦法對敵方進行反擊。而第三就令敵方無法行動，咁都係一個令到你冇辦法反擊嘅因素啦。呢三個類型嘅生存技能呢，我哋係超級唔建議佢哋入隊嘅。就算呢一啲角色入咗隊嘅話，我哋都唔建議你開佢嘅技能。比如話係阿賴耶識嘅二技，呢個我就覺得非常之奇怪，因為阿賴耶識嘅一技同二技其實同帝釋天係完全唔夾嘅。佢嘅一技嘅跨回炮點名嘅係攻擊傷害，如果你想用平等跨回炮去擊殺下一回合嘅敵人，意味住你呢一回合必須要正攻，而正攻往往冇辦法保證你一定可以無視晒對方所有嘅盾牌。不過呢樣嘢都只係吹毛求疵，帝釋天目前都係無視到大部分嘅盾。而再提阿賴耶識嘅二技，一旦開啟佢嘅二技，佢就會令到敵方無法行動。咁喺呢個時候，你嗰一條可以用到平等反擊炮嘅隊伍技會當場作廢。所以我就喺度諗，其實光龍黑金最大嘅敵人就係嗰隻水魔嘅黑金，自己人生裏邊最大嘅刺客就係枕邊嘅人。但係再爆發呢一個技能就相反，因為再爆發佢計算嘅係你對敵人造成過幾多傷害，所以無論直傷或者係反擊都好，都可以喺再爆發度體現到佢嘅效果。而嚟到最後嘅部分，咁我都循例推薦一下帝釋天佢喺反擊流呢個玩法嘅時候，應該要帶啲咩隊員，同
同埋唔應該帶啲咩隊員啦。咁首先第一個要帶嘅隊員係早安吉祥天照呢隻角色。早安吉祥天照咧，佢有一個吸收嘅技能，就算佢食唔到當中對敵人傷害嘅2倍都好，佢憑住呢個吸收嘅技能就可以令到對方嘅傷害變成0嘅同時，又可以反擊到對面嘅傷害。呢個能力同帝釋天嘅龍克能力強減傷係有住一模一樣嘅效果嘅。而第二隻角色咧，要推薦嘅係薩魯曼加波，佢係一隻常駐嘅強減傷角色。不過要留意就係，如果對方嘅 CD 咧長期唔喺1嘅時候，如果你帶薩魯曼加波，咁就好容易就會斷咗佢嘅效果。咁開嘅時候就要非常之留意啦。第三隻推薦帶嘅角色咧就係火巫。火巫咧有一條非常之重要嘅效果啦，就係令到自己受到嘅傷害1.5倍。令到自己受到嘅傷害1.5倍咧，係帝釋天喺反擊嘅情況之下非常之重要嘅隊伍技。畢竟你反擊所計算嘅數值就係敵方嘅攻擊力，如果敵方打你越痛嘅時候，你反擊亦都會越痛。所以呢一條隊伍技咧就可以擴大到你反擊造成嘅傷害啦。而最後我要推薦這一隻角色咧就係艾律。目前全神魔咧只有炎之氣同埋亡命爆擊咧可以擊殺到可以無視敵方技能嘅角色。換句話嚟講，就係你只要解決咗生存技能之後，你只剩低炎之氣同埋亡命爆擊呢2個要解盾嘅選項。炎之氣喺帝釋天嘅隊伍裏邊，你只要帶3個中延繁域，咁你就可以解到呢個嘅技能。咁啱我哋嘅艾律就係中延繁域嘅角色。換句話講，只要你帶上艾律，佢就可以憑住隊伍技解咗炎之氣，同時又可以靠住主動技解走亡命爆擊，係一隻非常之好用嘅角色。好啦，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要提一提有啲咩唔應該帶嘅角色啦。咁首先就係頭先都講到啦，有幾個隊伍技咧會影響到你所受到嘅傷害嘅。咁首先第一個係減傷嘅角色啦，第一隻係雷姆，請你留意一下你有冇帶到佢嘅龍克。佢嘅龍克咧其實有15% 嘅減傷嘅，一旦你帶咗呢個龍克咧，就會令到你所受到嘅傷害減少。而第二隻咧就係我哋嘅靈覓。靈覓呢隻角色咧，佢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隊伍技能啦。當你一旦進入呢個狀態嘅時候，你嘅減傷狀態會去到90，從而令到你受到嘅傷害變少。之後你反擊嘅傷害亦都會少咗，呢個就係好多時候就會搞到你反擊唔到死人嘅原因。而第三隻嘅角色咧就係暗 EMT。暗 EMT 咧，佢第一招技能係會令到敵方無法行動啦，第二招技能咧亦都令到自己係會迴避晒對方所有嘅傷害嘅。當你擺一隻角色入隊嘅時候，往往就會變成兩邊不是人嘅局面。我當初玩劍聖嘅時候咧，亦都好少擺暗 EMT 入隊。第四隻咧就係成哥，我哋嘅成哥喺熔煉咗之後咧，獲得咗一個迴避對方攻擊4次能力。呢個迴避講又講，其實好鬼勁。不過咧，佢最大嘅弊端就係佢又係冇辦法食到對方嘅攻擊。咁當你擺到呢啲角色入隊嘅時候，你要好小心咁留意一下佢哋有冇以下呢啲敵技。如果有嘅話，咁你都要留意，千祈唔好擺佢哋入隊。而最後一隻角色咧就係曼陀羅。曼陀羅咧有個前提條件就係你千祈唔好開佢嘅一技。佢嘅一技咧，亦都係迴避晒對方所有嘅技能啦。咁當你擺曼陀羅入隊嘅時候，如果你開佢嘅一技，咁就導致到你完全冇辦法受到對方嘅攻擊。好啦，我哋最後嚟一個總結。首先就係反擊嘅傷害唔喺正攻嘅階段，反而喺敵人嘅攻擊階段裏邊進行。所以話，當你受到反擊傷害嘅時候，同時亦都執行敵方唔同類型嘅敵技。解盾嘅時候，我哋要非常之注意喺處理敵方嘅技能嘅同時，我哋亦都要面對生存嘅問題。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處理反擊傷害嘅角色究竟係邊一隻。如果佢係寫隊伍技或者隊長技嘅時候，通常就係隊長；如果佢寫主動技能嘅時候，咁樣就係嗰一隻角色。由此衍生，我哋需要帶嘅隊員呢，其實有好多種嘅。不過喺帝釋天上邊呢，我哋要注意嘅係，千祈唔好帶一啲令敵方可以造成到我哋傷害更少，或者係令敵方無法對我哋造成傷害嘅角色，就算我哋帶咗都好咧，都要唔好開佢哋嘅技能，咁就會影響我哋嘅遊戲體驗噶啦。而最後我都想問一個問題考考你哋，如果對面有 combo 盾呢招敵技嘅時候，如果你唔燒到任何嘅豬，究竟反擊嘅傷害可唔可以打到佢嘅呢？呢個問題嘅解答將會喺留言區度放俾大家。而如果我喺過程之中有講錯講漏，或者係你有想補充嘅話，都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咁我哋今次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